总统赖清德520拄就职，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今仔日利用天解大道名义，宣布这2天要伫咧台湾附近海峡进行军演。这演习的地点会包含全台湾含离岛、金门、马祖海峡。总统赖清德下晡去视察海军陆战队六路，陪同指挥去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就表示，早起因有开会，而且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府也发出声明，针对中国单方面这款起无抗的行为表示遗憾，也强调国安团队和国军拢有掌握，是有在调守护国家安全，请民众放心。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总统赖清德520才拄就职3天，中国不管美方的要求，也是相关台海紧张局势。强军东部战区宣布23、24伫台湾甲金马周边展开军演。强军强调是要顶解台独，演习区域挖近24海里的所在，挑战意识正重。咱国军甲海巡往哪做出反制，有造成事端，增加维安及误判风险。请你立即调整航向。海巡宜兰舰伫偏加苏西北风24海里，公布赶走强军，亦用好飞弹护卫舰。咱海军班超军舰嘛监控强军小型舰伫台海附近出现。不过除了强舰，中国海警船往哪出动？中国海警14607、14509。23早起，海巡伫东引湖区监控到中国海警船进入限制水域，随赶走。这是中国海警5月第7届故意航入咱国离岛水域，毋但海面有兵力应对，空军新德基地的幻想战机往挂飞弹升空。面对中共向展开围台军演，强军海警总出动，国防部毋但发布影片，强调咱方避战无求战，应战袂闪战，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捍卫中华民国主权。马临时召开记者会，说明强军演习的状况。作战舰系派遣了15艘，海警船16艘，空中兵力的部分为33架进入我应变区。目前相关的海空活动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吁请国人不要误信了中共的认知作战，也不要转传中共希望在我们国内各社群媒体群组传散的这些讯息。总统怎么看中共发动联合军演？会不会是针对你的就职演说？总统赖清德23视察海军陆战队66里，视导实体军备加刺针飞弹设备。面对围台军演无做回应，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已经成立应变中心。我们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府表示，遗憾看到中国用军事挑战行为威胁台湾民主自由甲区域和平稳定的现况。国安团队甲国军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国家安全，请国人放心。外交部呼吁中方行为爱理性，停止单方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要加理念瓦紧的友伴，强化合作关系，共同确保台海的现状。记者综合报道。